各位同學，大家好啊！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3個選修單元能量和能源的使用嘅第8題選擇題啊。在壓水式反應堆堆心中，OK，即係喺一個反應堆嘅中間嘅位置喎。佢嘅高壓水，OK，佢嘅高壓水究竟有啲乜嘢嘅功用呢？咁樣好咁啊，第一嗰個，它可作為減速劑，呢個非常正確啦。因為咧，我哋需要有慢速嘅中子，OK，我哋需要有慢速嘅中子咧，先至撞擊嗰啲鈾元素，OK。假設嗰個反應堆裏邊咧，通常都係一啲嘅鈾元素嘅，咁我哋咧嗰啲嘅中子產生出嚟咧，形成一個連鎖反應咧，其實係必須要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要慢速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作為一個減速劑，令到嗰啲嘅中子咧，撞擊上去嗰啲嘅鈾元素，先至會產生一個嘅核能嘅。OK，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留意嘅。好，第二嗰度，它可作為咧冷卻劑，咁當然係啦，因為佢可以令到咧佢裏邊產生嗰啲熱咧係去冷卻嘅，咁係一個重要嘅元素嚟嘅。OK，重要嘅功用嚟嘅。OK，好，第三個啦，它轉變成咧水蒸氣並驅動嗰個渦輪機嘅，呢個咧就錯啦。雖然咧我哋係需要咧熱咗嗰個反應堆，跟住之後令咧嗰啲水咧變成蒸氣推動渦輪機，係好似係啱嘅，但係要留意，因為佢個問題係問喺反應堆中間嗰啲嘅高壓水，我哋唔係出邊嗰啲嘅水喎。OK。因為喺嗰個反應堆裏邊咧，其實就好似一個嘅能源或者一個燃料咁，嗰個燃料咧就幫手就即係嗰啲燃料係由核能咧去產生一啲嘅燃料，導致咧佢去煲水，跟住煲水咧嗰啲嘅水蒸氣咧就推動一個嘅渦輪機，OK，推動一個渦輪啦。OK，令到佢咧就轉動，因而咧產生咧就推動渦輪機繼而發電，推動呢個發電機咧繼而發電嘅。咁但係咧留意啦，呢一啲水咧其實就係由個大海引入嚟，去令到咧嗰個嘅水咧去煲熱嘅。其實喺嗰個反應堆中間嘅水咧就唔會改變嘅。OK，來來去都係用緊嗰啲嘅高壓水嘅。OK，咁所以咧就唔會同外邊咧係有任何嘅接觸嘅。呢一個煲水嘅一個行為咧，其實就係令到嗰個推動渦輪機而發電嘅啫。OK，咁所以嗰啲水同嗰啲水係冇關係㗎，冇直接嘅接觸嘅添㗎。OK，咁所以咧答案就會係 A 啦。好，呢一年咧揀 A 嘅同學仔咧，哇，相對少喎，得44%啫。可能個個以為咧就係嗰啲高壓水咧喺反應堆當中嗰啲高壓水嚟變成水蒸氣啦。咁你又諗下喎，如果真係咁嘅原因嘅話，嗰啲高壓水裏邊咧反應堆裏邊咧嘅變成水蒸氣嘅話咧，咁豈不是越用咧就會越少咯？咁越用越少，佢咪冇辦法喺嗰度即係令到嗰啲中子去減速，令到佢有所撞擊，令到佢產生能量咯。OK，咁所以呢啲水係唔會少咗㗎。理論上係 keep 住咧係咁多就係咁多㗎啦，喺嗰個反應堆中。OK，好，所以咧同學仔如果唔明白咧，要睇翻喺書本裏邊或者喺錄史裏邊嘅內容啦。好，同學仔加油啊！拜拜。